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高雄有2个少年的实在是真恶质。李一景的大卖场公然来剥粉，搁随地来放尿。伊的朋友搁甲过程录落来，抛去伫网络顶来点，引发着众人的愤怒。真侪网友留言来痛骂讲无公德心，讲阮即种的耍笑伤过超过咯。卖场的人员讲，迄区因剥粉放尿的货架啊附近的产品，已经全部落架回收，并且嘛以妨害风化甲毁损罪来报警。这2个少年人，其中一个已经到卖场的官网去留言回失礼。这穿白色外套的少年人伫大卖场内面伫放尿，边仔朋友嘛无甲阻止。因朋友甲翕起了，搁抛上网络，结果引起公愤。当时这几个少年人伫高雄这间出名的大卖场内面，公然食粉，搁乌白放尿。卖场人员讲，顺路是发现落碎饼清气啊，这商品嘛拢收起来，并且调监视器画面去派出所报案。刑法的毁损罪受理，公共场所便利的状况有涉嫌妨碍那个善良风俗本所也会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来侦办。伫业者报案无偌久了后，食粉搁伫遮放尿2个少年人，其中一个已经到卖场的官网去写讲，对家己行为感觉真失礼，并且会面对即摆后果，而且会反省，最后搁悔即摆失礼。卖场业者表示讲，未来店内嘛会加强巡逻，避免有人客有类似的离经行为，影响到其他的消费者。